乡亲友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高兴珠。另外，受疫情影响，香港的国泰航空集团昨宣布讲要裁员8500个员工，而且公司下面的港龙航空随停止营运。伫咱台湾的分公司嘛有400多个员工，这员工已经甲公司达成协议，目前公司未裁员，还会开放员工申请优退甲优离。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泰航空拜3日1宣布重整计划，下底的港龙航空为即时开始停止营运。国泰航空集团会减少8500个职务，扣除冻结聘用，甲申请退休离职了后的人数，实际减少的员工差不多是5900个，占集团的17%，其中包括5300个驻香港的员工，另外600个非驻香港的员工会以因店的国家相关的法律甲规定来处理。 人数缩减了后，国泰集团预估一个月差不多会当减少5亿港票的支出。The pandemic has caused devastating impact on the business and on the industry. The reality is that we simply cannot survive without transforming our airlines. This is why we have decided to cease Cathay Dragon operations and announce the redundancies. 国泰航空今年6月初9的时阵，捌雄停牌，引起大家讨论。迄天香港政府宣布入股而且纾困，结果也是无法度挡到年底。国泰声明表示，2020年未发年终的奖金。 2021年会继续实施目前管理该站减薪水的政策，嘛会向员工推出第3批自愿的休假的计划。遐若裁员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国泰航空伫台湾的分公司早起11点甲工会协商，初步达成协议。目前未甲伫台湾差不多450个国泰员工裁员，嘛开放员工申请优惠退休甲离职。跟台北分公司这边的对口单位谈了，他提了一个优退的方案。 那符合优退的去申请优退这个方案，不符合的，它也有一个优惠的离职方案。已经请公司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请他能够在下个礼拜27号之前能够做一个说明。那主要的目的是说，让公司了解台湾的法令规定对于劳工的权益保障，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国泰航空集团伫顶日仔公布的9月份载客率。 国泰甲港量加起来，比去年同期衰退98%，按算2021年顶半年载客量会比2019年衰退25%，规年衰退50%。目前国际疫情要烧未退，国泰航空讲处境是真困难。要若重新整顿了后，希望会当尽力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台铁普悠玛并车满2档啊！运安会昨昏去立法院做业务报告，伫会中嘛表讲，伫今年5月份，台铁的铁轨路断过，还过火车煞继续驶这款憾过的代志。台铁嘛赶紧应讲，会随成立专案小组，2礼拜内完成检讨报告，处罚相关人员。 今年5月19日，台铁3D18处北上区间车经过成功站出现弄到无正常声音，巡查了后才发现铁轨路断去，台铁回报断了34公分，运安会到现场调查，发现断44公分。在弯道的地方，成功站，轨道呢，台铁有来通报，有相当严重的轨道的一个破损，而我们人员虽然是在晚上，也及时启动到现场。 运安会讲，长期的铁轨路通报甲事实差伤多，互人惊一个。离区间车经过了后，后续要技工号甲普悠玛自强号开过，却是无第一时间来防止检修，真危险。传出交通部长林佳龙知影了后，真生气，要求台铁提悬检讨残疾，也表示普悠玛事故人命袂用白白牺牲。运安会也对成功铁轨路断去的事故进行完整调查，有加载个会对外发布。如果是司机员发现的话，会先通报车站嘛。 然后车站的话，就是由值班副站长，就是会再通报调度所这样，然后到班会派人就是去现场查看。那如果有需要那个封锁或者是断电的话，会再跟调度员通报。关于很多这种细节 SOP， 就是没有严格要求要执行，这也是台铁的一个问题，就是明明知道要做这些动作，可是却无法真的去贯彻去执行。 台铁产业工会批评，台铁应该建立标准流程，却是无建立。普悠玛事故了后，虽然成立营运安全处，讲要提升安全层级，但过组织文化却是无改变。大小事故不断，对着铁轨路长期通报不实，台铁到结果进程拢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加上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局有针对4个县市发布大水雨也是大雨特报。咱来看上新的分图。
今仔日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机会会落大水雨，宜兰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嘛爱细日落大雨。气象局目前是针对台北、新北、基隆发布大水雨特报，若宜兰是发布大雨特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另外要提醒乡亲，明仔载拜五有入秋了后，头一波东北季风会到位，是较大冷的东北风，温度会明显下降，低温无到20度，天气变寒，乡亲爱穿好少。农委会进前有宣布讲，伫土地苗1.9万公顷的农地全面停止放水引残，嘛有提出补偿的措施。啊，毋过有农民即马是表示讲，这个钱拢会对地主去，根本是看有食无。啊，毋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是挂保证，讲会甲这个钱拨予真正有地种田的农民。农田水利署、新竹管理处拢是本来申请水流停止饮水补助的农民，今年因为欠水，农委会先宣布新竹桃园苗栗19000公顷的农地全面停止饮水，水流每公顷补偿14万，其他作物会在20公布补偿标准。而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甲农民大建业者座谈时，农民讲，烦恼补偿金最后只是入去地主户头，对实际耕作农民来讲，根本是看会到、食袂到。地主你一定要给他，因为你今年你不给他的话，他明年田就不给你做了，这一定的。田地主是决定要不要给你做田，不是说你是代耕，你就算代耕，他可以明年换人做。如果被农委会查出来，那不是实际耕作者，第一个我们会把补偿金额直接来追回；第二个，因为切结是有相关的法律效果。对着农民的怀疑甲烦恼，但集中保证会有所有实际耕作农民拢摕到补偿金，也强调申请采实名制。另外，有气候变迁影响，高温可化情形无改善，但集中也讲会在11月对外说明因应做法。有考虑明年的水稻保险的部分呢，来实施强制性，但这个部分我们目前正在跟相关的农民还有团体沟通。但集中更加指出，考虑在明年推动水稻经济保险，来确保农民在面对未来定定这种可化情形有稳定的收入，而费用由农委会甲实际耕作者共同分担。不过，拢也无定案，依然在参详计划阶段。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培养马事故昨昏换2档，啊，毋过代替伫今年5月份又搁发生憾故的代志。台中的成功站南平铁轨路长44公分，结果代替第一时间通报讲，敢若长3-4公分尔，而且搁互技工号甲培养马2台列车继续驶过。交通部长林佳龙知影了后，真火大，即马要求爱扩大严办。来看《自由时报》，汽机车旧换新的补助兼扣税方案，明年正月会到期。财政部打算要修法，搁延长5档。啊，毋过根据了解，目前地机车业者正在向政府游说，是要直接要求废除，也是降低机车的货物税。啊，毋过行政院即马态度较保留，较支持延长就好。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已经通过《国民法官法》，2023年元旦会实施。为着要让国人熟悉这个新的制度，司法院伫每年有编1亿2千万，要来推广这个制度。其中内底的2000万是要摕来开发电动、刀仔耍、AR、VR 这游戏，而且嘛有编2000万要甲网红做伙来宣传《国民法官法》。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昨昏咱国内又搁新增加一个对印尼带病入境的案例。另外，咱台湾嘛有3个人去日本防验出病毒，啊，毋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认为讲，应该是假阳性的机会较悬。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又搁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病例，案例544是10外岁印尼籍男性，10月初5甲5名印尼籍同学到店来台湾读册，伫厝检疫期间拢恢复无症状，也毋过其实个案不出现嗽、脑痛，后来症状有较好。10月20检疫期满，由学校安排自费采检才确诊。5名一同入境的印尼籍学生，因其中2人与个案自愿采检均在同寝室等待检验的结果，这2名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另外，佫传出对台湾输出确诊个案，咱国最近接到日本通知，有3例台湾出境到日本确诊个案，案例因是无足回查甫院。10月12日，随爸母到日本，因为采检抗原阳性，收伫住院。爸母到即阵无症状，而且检验是阴性。
案例里是30多岁女性，10月14出境到日本，也是抗原阳性，不过后来核酸检测是阴性。案例3是1岁查甫囡仔，9月底伫台湾期间捌出现发烧，甲呼吸道症状去医生看，后来症状较好。10月14随着爸母到日本检测抗原阳性，伊的爸母是无症状，而且检验是阴性。对此，指挥中心认为，日本所使用的抗原检测试剂准确率只有73%，假阳性的机会悬。这个试剂检测阳性30个个案里面，只有22个个案是 PCR 检测也是阳性，检测阳性是真阳性的几率只有大概73%左右。因为国内疫情稳定，有3大工商团体建议政府推动新南向国家的商业泡泡，慢慢恢复经济交流，免除入台了后14天自主检疫。不过，陈市长认为有一段冒险。这种没有特定的一个相对应的对象，往来的对象，那无条件的就这样的一个 PCR 检验阴性跟自主健康管理，那进来就整个把它放松，那我们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但市长强调，新南向政策是政府推动计划重点。不过，若是要求伫国外自主健康管理，核酸检测阴性就免除特殊检疫，安尼放松风险相关。不过，若是有好的防疫计划就可行，会向这方面来建议。记者施宏华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100万例，死亡人数有113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544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200多例，日本超过94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57万例，印度超过765万例，巴西超过527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00万例，法国是超过99万例，伫英国超过79万例。英国为着要赶紧把疫苗吹出来，按算伫明年要进行一项计划，就是挑工予健康的人去喂着病毒，再来开发预防针。不过，这一项计划 WHO 认为有争议，所以爱搁严格审查。为加速新冠病毒疫苗问世，英国政府甲伦敦帝国学院等真济单位合作，投资将近12.4亿新台票，准备推动一项人类挑战的计划，会招募90个18到30岁健康的人，做要咧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佮或者志愿者透过片仔接触数量受过控制的新冠病毒，希望加速疫苗研发速度。不过，世卫组织强调，虽然用这个方式毋是研发疫苗的第一例，不过志愿者爱被充分告知实验风险，而且过程爱接受医学伦理委员会严格监督。So you must ensure that everybody involved understands exactly what is at stake, must be selected to minimise the risk to the volunteer, and you must ensure that informed consent is rigorous, that they really do understand all the risks. 研究人员会透过这个试验，了解偌济数量的病毒对因造成感染，甲疫苗是毋是会予受试者免受到病毒感染。这计划甲一般疫苗试验无共，是伫免等待受试者自然接触病毒，是用较紧的方式测试疫苗是毋是有效。若审核通过，上紧2001年1月展开计划，5月到结果。另外，包含英国在内，欧洲正面临第2波疫情冲击，结果差不多每天拢超过6000例确诊。南部巴伐利亚邦、靠近奥地利的偏远地区，贝希斯特加登当地确诊数也升悬，正式进入14天封锁阶段，学校、餐厅拢爱关门。另外，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段医生20日首府巴塞隆纳的圣若梅广场烫白袍，对因长时间工作无法度休困、薪水不低，也有欠缺防护装备的工作环境，表达抗议。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0第一摆挂翠安出席弥撒，甲各宗教的祈福典礼。83岁教宗伫20多岁时阵，因为破病已经挂部分的戏，是新冠病毒的高风险族群。不过，教宗本人甲真侪教徒真侪摆伫公开场合拢无挂翠安，引起不少批评。佮加上进前负责梵蒂冈守卫的11名瑞士卫队确诊，为避免被感染，即马教宗总算是挂翠安咯。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泰国，
反泰国政府的抗争已经超过1礼拜，示威者日的时对因的总理帕拉育放调讲，要以3天来落台，暗去带头示威的头人之一，这话才讲煞无2点钟，随即互掠去。帕拉育嘛对外讲，爱抗争活动转向和平，无暴力，伊才会解除万国的紧急状态。反政府示威抗争第8天，万国国仔路旧一个连长甲警方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形也继续。上万的示威者游行到总理府外口，点出一张大张的定位以签名的誓词批。หากภายใน3 วันประยุทธ์จันทร์โอชายังไม่ลาออกได้เจอกับราษฎรอีกแน่นอน25日泡茶拉瓦地，这段话讲煞了无到2点钟就互警方逮捕。伊的律师讲，伊被控违反紧急状态令。伊被抓时阵讲，伊袂担心，这只是政府的拗步。泡茶拉瓦地加示威的民众，叫总理帕拉育3天内爱下台，是因为对帕拉育进前所发表的全国电视演讲内容无法度接受。สำหรับผู้ประท้วงได้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เขา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เสียงและ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ถูกได้ยินโดยทุกฝ่ายและทุกคนเป็นที่เรียบร้อยนะครับตอนนี้ผมคิดว่าเป็นเวลาที่เหมาะสมแล้วที่จะนำความคิดและ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ผู้ประท้วงลดอุณหภูมิความรุนแรงผมกำลังเตรียมที่จะยกเลิกพรก.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ฉุกเฉินที่มีความร้ายแรงในเขตท้องที่กรุงเทพเร็วๆนี้ยกเว้นหากมี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รุนแรงใดๆเกิดขึ้น虽然帕拉育这段谈话想要互局势较稳定落来，不过伫咧国会，伊的支持者占多数。泰国内阁赞成国会众议员26、27两天举行特别会议，应应这边的示威。不过无讲到是毋是讨论修宪。万国邮报报道，19当局已经互纪律会示威领袖交保，迄当阵官方就讲愿意对话。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有一个中学的老师，那亲像因为宗教议题被杀害。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讲，一定会保护法国的公民，无受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侵害。目前法国已经关掉一间防止控讲伫咧散布仇恨的清真寺，警方嘛咧调查51个伊斯兰协会，不过这做法是引起穆斯林的不满。Mais nos concitoyens aujourd'hui doivent être protégés. Nos concitoyens dont la religion est l'islam, doivent être protégés dans notre pays contre ce mal qu'est l'islam radical. 法国中学教师帕迪被斩首的代志，总统马克宏伫当地时间20再度强硬讲，绝对无用准极端主义伤害人民。同时也讲，未解散一个甲案情有直接相关的保守派伊斯兰团体。Dès demain au Conseil des ministres, nous aurons à dissoudre le groupement de faits Cheikh Yassine, directement impliqué dans l'attentat. 这个团体校长伫案发前捌伫咧网络公审帕迪，即马已经被逮捕。警方当时锁定51个伊斯兰协会调查，内政部也下令巴黎市郊一间清真寺，自拜三开始暂时关6个月。这间清真寺把转达攻击帕迪的影片，虽然校长伫咧事后表示后悔，公开谴责凶手，用来互警方看这是散布仇恨言论。穆斯林社群有无共看法？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quelqu'un relaie une vidéo, ben il faut le poursuivre lui, pas la mosquée, pas toute une communauté. Bah, c'est triste, c'est dommage, c'est pour toute la communauté, pour la ville, pour tout le monde, pour tous les musulmans. 几落千位民众发动静默游行悼念帕迪，国会议员也替帕迪默哀1分钟。马克宏会伫咧当地2日参加全国性纪念仪式。 帕迪也被推荐法国英国军团勋章。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巴西政府进前表示会甲中国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预防车放入去因国家的防疫计划。不过因的总统波索纳罗即马又搁宣布讲，巴西会去买中国的预防车。 来看美国的媒体报讲，有10个现象，拢指向讲川普上暗尾会选赢。根据该洛普的民调，有40%的民众认为拜登会赢，不过有56%的人认为川普会赢。来看美国的国务院今仔日是宣布批准3项卖武器予咱台湾的军售案，总金额大约是18亿的美金。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第8摆卖武器予咱台湾。
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国防部提升后备战力的改革方案，即马已经出来啊。针对退伍了后的教育调职，原本一届是5天到7天，未来会改做14天。若8天内上济会互调转来4摆。不过有专家即马是表示讲，应该先改善原地训练无够的问题，安尼是较要紧的代志。国军后备教调迎接重大变革，国防部提升后备战略专案报告指出，后备教调会为原本的2年训练1届5天至7天，即嘛要求长到1届训练14天，一个人8年内上济调训4届。后备部队的总兵力按算为原本的21万多人，增加到26万8千多人，甲目前的双备部队21万5千人，做伙保卫国家，按算2022年的实施。那有些评论也会比较严苛，说，这个4个月的军事训练不算是兵。那他们已经退役之后，你又把他教招回来，说真的啊，你把这些兵塞到哪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这是以前过往动员后备制度一个缺陷，就是说领导干部的权威不足哦。为着鼓励后备军人的士气，报告讲到薪水会当检讨增加1.5倍，嘛增加日常买物件、甲旅游大小等等的福利。也若后备部队的整建，分做海保海环的守备、城镇守备，甲重要目标防护等等。针对4个月军事训练役，外界讨论讲，敢是要延长役期？国防部认为讲，抑阁爱研究，目前是向增加训练的强度，可比是弹射击88粒枪支，增加到262粒；天军训练增加到20公里，阁包括城镇战斗训练。不过安尼做军事训练役，敢是会当真做合格的战力？专家也是有疑问。让他们在服役这4个月阶段一定要历练野外然后跟下部队，不然的话，其实这个部队其实在退伍之后，说真的基本上是跟没有师训一样。真正专长去做针对性的训练，而不是把人拉过去做一个统一训的训练，应该是一个做特定目标的针对训练。专家建议，教调的对象是优先以达退伍的兵力为主，会当加速恢复基本战机的时间。也若后备部队选的人员，因过清在出现专长无效的情形，针对这点，国防部强调讲，会按双备部队的标准统一检讨来修订。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了解政治受难者的心灵创伤，促转会对2019年开始访谈受难者甲家属，这2天来已经接触过66个受访者。而一个时，促转会嘛公布政治受难家庭的照顾服务方案。提出爸爸临界的相片，今年已经70几岁的林丽彩，讲起爸爸伫咧白色恐怖时期，伫咧高雄去互枪杀，当时的伊才14个月大，想起活伫咧政治迫害的乌夜当中，伊的心内也是真激动。高雄死5、600个，你想伊迄种野蛮的态度，到现在，因还阁是无要认错。为了解政治受难者和家属因伫咧生活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促转会即阵是连结民间团体和政治受难者的团体，研究家庭照顾的支持方案，拍算伫咧每年3月份之前，整理出符合因期待、主管10层的照顾服务网，包含了身心疗愈的方面，包含了长期照顾的方面，包含了各种的福利资源的能够连结嫁接的方面，也包含了法律权益。现在提供的是3个示范点，台北、台中、高雄。我们希望明年3月之前，我们能够发展出一个可行的服务方案。促转会表示，现此时全台湾各地头已经建立1000多人的服务名单，未来会进一步合因直接整合因的需要，也会固定时间替因办集会，结合长期照顾和社会救助，确保因年老的生活由国家来负责。政治受难者蔡宽如和济济关心促转条例的立委也拢支持这个方案。试过办过数据了，那个心理创伤是不是还在存在？确实存在。能够真正看到这些服务能够被落实，甚至被能够比较清楚的明定下来，我是非常感动，也非常希望能够持续能够推动的。所以讲要安怎让这个国家变作较属于台湾人民的国家，我相信这是大的转型正义，咱爱做的工作。那总共促转会伫咧每年3月份结束，促转会讲因会先向卫福部来协调接手业务，资金这方面有部分会建议要来用不动产来成立特别的基金，优先来出。记者阿明、金玉水台北报道。
来看上新的消息，这是花莲吉安乡一间汽车的喷漆工厂，伫半暝半火烧，火烧要3点钟才受控制。因为厂房内底有停几若台车，加上有靠高导火的物件蹲伫遐，火一烧是拖真紧。火场边仔是拖车的停车场，还佫有停一台油罐车。火加在导火的时，这油罐车赶紧驶走。这场火是烧到3点钟，对半暝半烧到天要光才受控制。300外平厂房全拢烧了了。那业者是表示讲，好加在工人伫昨10点外就拢已经先离开啊，无人伤亡。导火的原因，即马佫咧调查。镜头来桃园中原夜市附近的变电箱是昨6点外发生爆炸，造成附近的徛街甲店头拢失电，不少店头的生意嘛受影响。调查才发现讲，因为电缆故障才引起爆炸。桃园的中原夜市离1晚6点半突然间失电，真侪人惊一个。就很大一声就嘣一声，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店里在忙，对。就嘣一声这样子啊，你们都被吓到了。对。然后嘞，之后就整条就跳电了。原来是伫立新路附近的变电箱，因为电缆故障引起爆炸，才会失电。反正就是看到它爆炸这样子。很大声吗？很大声啊。就嘣一声这样啊。嘣3声。嘣3声哦。有没有人受伤？有火花吗？我有看到火花，可是没有人受伤。没有人受伤，大概什么状况？怎么会爆炸？电缆故障。电缆故障，现在不会再爆了吧？不会了，现在已经隔离了。这边失电总共2000外户受影响，为了要防止搁发生爆炸，台电先将故障的电缆架开，先复电才抢修。夜市到暗时7点半电就来啊！记者综合报道。卖电锅出名的台东公司市场派昨昏召开临时股东会，要改选90董事。这届有92派股东去参加，改选了后，9个董事内底，市场派占7个。现任的董事长，也就是公司派的林桂文彦，嘛发声明批评这摆改选的结果，而且批评讲这背后有中国资金的证据。依法律前对决之下，台东的股东临时会21召开，由市场派三元建设董事长王光祥等人对上以现任董事林桂文彦为首的公司派，争夺90董事。暗过投票过程中，不时出现小股东不满改选叫卖情形。现在开始投票。结果市场派摕70，除了王光祥以外，还有东森电视董事长林文恩、新唐董事长林信宏等50董事，还有2席独党。公司派只有林桂文彦当选董事，还有1席独党，总共2席。因为出席率有9成之超过法定5成以上，100年企业确定变天。这个法律战真的把我们也搞得相当的辛苦。这个辛苦不是只考虑到自己，还得考虑到所有股东，努力为我们这个100年的企业来做出更光荣的一个时刻。我们要擦亮大同的招牌。对结果，现任董事林桂文彦先是发出签字文批评改选结果，治疗主者争议之下，也质疑市场派是为土地来抢经营权，后来阁发文强调，不论台东发展如何，依然甲经营团队尽全力守护台东的100年企业。你要做营建，这个不是不能做，只是说应该是先把本业调好之后呢，再来做，或者说你另外成立把这个资产部门分割出去都可以。当务之急是先要帮大同止血，而且帮他的本业能够稳住，这才是最重要的。新董事强调，上紧伫2月选出董事长向经济部登记，完备改选结果。因为新董事当中有真侪有营建业的背景，是不是引起未来大量开发台东自产的质疑？虽然新董事拢好尽，财经专家是建议新团队应该找真正了解、有能力改变台东本业现况的人来协助经营稳住本业，将予台东这个看板再现光彩。记者综合报道。军政局退伍的少将岳志忠、上校长超人周天竺，防指控涉密予中国。经过透明的调查了后，张超人获法院裁定收押，另外2个是以15万交保。
你有去中国吗？有去。有受邀吗？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谁邀请你去的？我是台湾第一个特务去大陆。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就是天安门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大陆。在咧法警的传领之下，军职局退伍的上校张超仁透早去台北地检署复讯，针对涉嫌加入去强谍案。张超仁强调讲，伊家己是清白的，并无去互吸收。而去中国是因为互国家派去做特务，所以才会互检调约谈。还有军职局退伍的校长郭志忠，甲退伍的上校周天竺，不过面对记者的问，伊是一句话都无讲。有什么要说明一下？会准备文献啊？说中国政府多少钱？检调查出张超仁甲周天竺涉嫌为2013年开始，几啊届往回中国，而且由民间的人士来直接熟悉中国的政治人员，甚至交文件给对方。2016年邀请郭志忠做伙去，而且安排伊甲中国的政治人员见面，后来伊阁捌单独去赴约。所以检调接到通报了后，认为3个人涉及不法，20展开搜查甲约谈，要调查相关的案情。不过，前军职局的校长陈浩文是替因感觉真委屈。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是感慨万分。假如这样任意的、随便的就跟我们网络罪名，你不是逼他走这种绝路吗？这有什么好？在我们内心实在是非常难过。陈浩文表示，甲郭志忠已经熟悉真侪年啊，讲伊捌伫咧军政局第2处负责收集中国情报的工课，后来改派第5处，长期派驻香港，负责港澳相关的资讯。强调讲，伊无可能是强谍，因为张超仁甲周天竺拢是特警室出身的，每手特警室裁变军政局了后，再调去军政局做工课。因为即届3个退伍的将领、军官加入去强谍案。侦讯了后，张超仁去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也让郭志忠甲周天竺拢是以15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分林拿来装载有超过30只的高山仔装入去延民国中的校园内底，甚至要抢学生囡仔的早顿，佮攻击警卫。即马有专家是表示讲，高山仔会规定装来，可能主要原因是要找食的。一个查甫学生抢挂早顿，有狗走去要甲抢，还佫有查某学生伫咧学校内底行，去互一阵狗围咧，伊是行到一直倒退。小孩攻击就这样，很近呢。这个时阵，学校的警卫举炮要甲因赶，等到去互10几只狗攻击，这狗甚至还佫大力拍门，想要走入去警卫室内底。有看到的学生拢感觉真惊吓。是来袭击警卫室，我在校门口。校门口啊，你有没有吓到？有。云林拿来原民国中，我中过美步道，学校内底有狗走入来已经年外，演过是一半摆啊尔。最近可能伫咧整修步道，这狗是规定做伙落山，而且还佫有攻击性。以前的猴群会怕人，对，但是今天的猴群反而变成好像我变人类侵占它的地盘一样，对，所以它的防御性跟攻击性更大。拿来乡公所为22开始，请专业的人员来赶狗，用炮的火箭才会伫咧学校内底的狗甲赶出去。不过目前经费敢若会当做到10月底。防治高山仔的专家讲，会侵入人类的环境的狗，主要原因是因为找食较利便，甲因的族群扩大无一定的关系。建议会当用电网啊，还佫较有效。孤猴有得到的好处，尤其是公猴体型又比较大，它慢慢就会吸引更多的公猴加入，然后去产生这种抢食啊，或者是侵入民宅的事情产生。然后虽然讲他们对猴子不会伤害，但是呢，猴子会紧张。学者指出，公元2000年调查的资料，全台湾高山仔的数量差不多是25万只，目前推估已经有到35万只。虽然目前已经解禁，若有安全疑虑的时阵会当甲抬，不过为着避免人甲狗起冲突，也是要尽量避免因对人类者摕到食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县政府拍算伫新港的国民主体专区起600户，敢若做互少年的青年主体，这嘛是西部头一个青年主体，按算明年要动工，上紧明年会起好。这区大家起好的厝，边仔还佫有真侪等咧起的建案，这是中华县新港乡北甲中华区。附近还佫有真侪还未起厝的空地啊！不过中华县政府目前规划伫这个中华区内底起600户，敢若要卖无要租的青年主体。那当地民众是拢真赞成。如果是刚好在附近工作的话，可能会考虑吧。可是如果原本不是在附近工作的话，我可能就不考虑了。年轻的人成家立业，或者是单身的人可以有安居乐业，它都是很棒的，我很支持的。
甲干那组无要卖来比，3年拍一届契约的社会主体，中华县政府规划青年主体，一户会以350万的价销来卖。第一期按算伫111年的年底完成150户，是伫花莲甲台东以外西部地区头一个青年主体。在地人希望会当透过去青年主体带动当地的发展。青年住宅600户带进来，上无2-3千人吼，当然会用促进咱这地方的这个繁荣。彰化县的青年主体有2.12公顷，差不多是6000外平。挖近江滨甲台中港工业区，附近的交通有台61线甲台17线，因为价小比市价是价真济，所以申请买厝的资格限制伫20岁至45岁之间，户口伫彰化县至少2年，也若户口内底的人名下无自用主体的人为优先。我们今年度如议会这边通过，我们就会开始进行规划设计，那预计在111年底可以完成。彰化县是6都以外人口上济的县，不过这几年来人口流失是真紧，人口成长率一年一年拢是负成长。彰化县府希望会当互少年人买厝买会起，才会当真正伫在地继续生活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潮州过去第2公墓，自本讲要摕来起学校，不过现代人囡仔生较少，学校即马唔免阁起啊，所以县府即马打算要甲这块地摕来改做训练野球、拍垒球的运动场，伫明年就会完工。伫屏东县潮州镇的这片空地，超过4架生团，这原地是第2公墓，已经禁止安装亲人40栋。今仔因为少子化，这块地对学校的用地改规划做公园的用地。潮州镇公所最近准备要开始学，明年才就会变做2大共野球和垒球的运动场。延宕40几年的迁葬计划，在今年就要开始实施。因为为什么一定要在很迫切的时间去处理？因为它本身是都市计划内一个编定，所以它会影响我们整个都市发展。因为屏东县政府准备要伫潮州运动公园打造全台第1大符合国际比赛规格的储兵场地，所以按算要用第2公墓的空间，将原地运动公园内的野球、垒球场刷来到这。潮州运动公园里面，那我们县政府，我们潘县长只是在那边盖了一个国际型的溜冰场赛事场地。那棒垒球场的这个运动爱好者，他们自然就没有地方可以去。那后来我们辗转协调，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方向先做一个简易型的棒垒球场。潮州镇公所表示，公墓阁有195个墓还未挖起来，公告了后，若无人来认领，公所会做安排。希望年底进前会使将墓拢刷位，新的共野球和垒球的场地明年就会完工。记者综合报道。白色恐怖受难者张吉洲甲周显龙，因2个人今年已经8到10岁啊。最近国家人权博物馆邀请因甲演过伫家家内底写的歌唱出来，希望用歌声提起正人，人生无常，生命有限，爱感恩，爱掌握命运，活出生命的光彩。今年87岁的周显龙坐伫咧椅仔顶，伫咧钢琴和巴尤林的演奏之下，唱出迄段兴奇教，刷伫咧小琉球，互人继续关所写的歌。1950年，周显龙读国中2年，迄年伊才17岁，因为参加主张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青年大动明，却被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7年有期徒。1957年，周显龙真无简单，等到刑期满，却予政府以思想还未感化为理由，却被送去小琉球强制劳动，佮加关1年160天。我是孤囝，成绩阁袂歹，伊期待我做医生啦。我叫我掠去，当逐日嘛咧想老爸老母想厝的，上个艰苦是去小琉球上个艰苦。你不听话无听话随甲你拍，逐日6届去爱去海边去拍石头，小琉球上界艰苦就是迄个所在。和周显龙遭遇同款运命，伫服刑期满，去送去小琉球延长奋斗的，阁有一位今年91岁的张吉洲。你说我多不多？你说我肥，我真肥。
2005年，张泽洲因为牵涉中共中央社会部暂代间谍肖明华的这一案，去防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10年。1960年刑期到，煞被当出狱，计共关11年4个月。经过久长受迫害的黑暗路，张泽洲有一寡月想要鼓励逝世。生命有限，人生无常啊！我们要感恩、关注、珍爱生命。那我们要掌握命运，早日自觉。为着让迄寡遭遇国家暴力和侵害的人，会当转化过去迄段身躯和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国家人权博物馆第2年邀請前輩用音樂自我療傷，也鼓勵後輩，因也望會使展現家己積極正向、有主體性的一面。你是民族的光荣。其实政治受难者，在迄个过程当中，其实因参与过足侪无共款的代志哈。迄个过程当中，咱会让这个历史的丰富性甲多元性会使被呈现。现场也有侪侪前辈和因的逝岁，像蔡宽珠、蔡坤林、欧阳辉美、那文玉，也行卡到伫国家人权博物馆景美纪念园区，同齐回忆过去。因也望少年辈若遭遇困苦，会当用正向的心，勇敢活出生命的光彩。记者阿敏晶、夏桂林台北报道。1985年成立的西电社是一个布袋戏社团，这个名是靠戏剧祖师爷西晋王爷的西，颠倒元帅的颠，两字夹做伙。西电社成立35年啊，即马因是甲2000多件文物捐予交通大学，希望透过教育来传承珍贵的艺术文化。不管修炼为正果。在家生要假众生。台顶老艺术认真人布袋戏，大家观众看甲津津有味。台湾西电社布袋戏过去30多年来，为台湾布袋戏文化奉献未少心力。这摆更甲长久保存的布袋戏相关文物，包括珍贵红仔、服装、鸡丝头，寄予交通大学，随后进行保存甲推广。西电社就是要看会当挽救。这个布袋戏无，看会当我台湾迄阵啊战前战后有一个时机，敢若歌戏甲布袋戏这两个艺术会当传落来呗。让少年人会当参加这庙戏吼所举办的一寡文化的活动，啊，咱甲这做大，咱甲这做好国际化，安尼哦，少年人就会当愈来愈较这个社会庙戏的这个活动哈，会当结合甲也个较活泼哈。除了保存珍贵文物，交通大学各用3D 扫描技术，甲资料整理分类，互民众通徛荧幕中公布人戏年的布袋戏。那我们希望把科技引进来，啊，让第一个就是说像这个影像处理人机器手臂怎么走路，啊，然后另外声音，因为他讲的都台语，而且很多的是用文读的，啊，这个把很多的诗什么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做语音的人进来。交通大学布袋戏社团捌在去年杀出家己制作的布袋戏电影，造成轰动。这摆阁得到台湾第一个关怀布袋戏的民间团体肯定，希望会当对布袋戏文化资产的保存尽更较侪心力。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那成立到今已经有33档的新港文教基金会，是打拼来推动社区营造。最近基金会专工举办青年艺术节，要让少年人甲时代做伙参加，来创造新港的新文化。社区阿嬷唱歌跳舞，展现因努力练习的成果。这是新港文教基金会过去4档来社区营造的成果分享。毋但表演，阁展出社区时代亲手做的佚佗物仔，甲新港在地文化。看到遮侪人啊，哎呀，大家娱乐啊，心情就心情愉快啊。大家老人吼，拢感觉知识拢提悬。安怎讲啊？知识哪提悬？知识，嘿，我若创啥头脑记忆嘛较好，因为吼有这老师咧甲操吼，加我好咧。
这摆展览是基金会为2017年到2020这4年来，配合6个乡镇、44个社区团体，甲820个时代、18个艺术家团体共同的成果。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展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甲时代的过去、甲少年的生活结做伙，创造新港的新文化。阿公阿嬷会当食甲老，学甲老，啊，互这个过程内底，互伊除了出来活动以外，会当互大家平常时的互社交的活动，会当搁较自然，会嘛会当加较多元的一个部分来呈现。基金会表示，早期社区的营造拢是一个点点啊做，这4年来，因甲社区的经济老师拢捡做伙学，佮加入少年人的创意，已经替6个乡镇千万名时代上过课。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唔但增加社区的活力，嘛替少年人甲时代创作互相了解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疫情影响全世界观光，靠观光产业在食青的泰国，经过7个月封锁，伫这个拜日总算个开放观光客。啊，那伫埃及重新开放观光了后，有推出真侪项环保的措施，亲像是甲观光巴士改用电动车，而且伫金字塔附近嘛开一间环保餐厅。机场游客一个接一个准备接受防疫消毒。新冠病毒疫情打击着各国的经济，为了迎接旅游大月，泰国第20总算放宽入境限制，予将近7个月来的头一波游客39名中国游客入境。กักตัว7 วันในห้องพักและอีก7 วันในบริเวณโรงแรมซึ่งถ้าเป็นลักษณะอย่างนั้นก็คงจะมูฟจากกรุงเทพไปสู่ปลายทางที่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ต้องการ 经济外扩观光产业的泰国，2019年入境的游客有将近4000万人，创造将近2条泰国钱，差不多是1条9000亿台票的观光财。险过疫情，予今年的观光收入全部到2成。这届开放入境，游客爱申请90天的特别签证，而且伫14天的隔离期间，通过3届的检疫才会当时加走。只是即马以泰国首都曼谷为主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规模一直在扩大，嘛互相关单位烦恼，会影响游客入境意向。而7月的开放，国际游客入境的埃及，目前观光人潮大力稳定增加。为了做观光，当局搁伫吉萨高原开放用环保电动巴士游览金字塔的新措施。 هيجي 30 اتوبيس هيجي سيارات VIP كهربائيه كله صديق للبيئه مش عايزين اي اهتزازات ضخمه مش عايزين اي تلوث الوضع الحالي الاتوبيس بيركن على بعد 10 متر من الهرم كل ده خلاص انتهى كل منطقه الهرم احنا بنحافظ على الاثار بتاعتنا 另外，埃及政府嘛伫金字塔的附近开了一间环保餐厅，让游客当伫休困用餐的时阵，为开放的餐厅看金字塔。记者陈世彤整理报道。 掠海底海翁送入去海洋生物馆，起来训练，起来做表演，这是动保团体伫透在批评的代志。所以即马伫纽西兰有人设计出机器海底，毋但体型、叫声，甲真正活的海底真相像，甚至连受水的模样嘛共款。 海动尾流加美女最近伫咧游泳池内面受水，这只正高水的海岛看起来正高水，不过其实伊毋是真正海岛，伊是用机器做的机器海岛。 We realized that using animatronics instead of using live animals enabled us to create characters that truly were lovable. 纽西兰设计工程企业 AG Innovation 本来自90年代开始是甲好莱坞电影界合作，为电影制作动物机器人。 不过，即马真侪电影拢转用电脑动画制作，企业就专家组队公园合作。这只机器海岛介绍爱1亿5000万台票，以仿造青春期的海岛，以1比1的比例制作，重250公斤，长2公尺6，比真正成年期的海岛较重一寡。伊的皮肤是用医疗级的细胶制作，摸起来甲真正海岛正同。因也甲海洋生物学家合作。 研究海岛的生物学，看见伫咧受震动时阵，规身躯的基板是安怎震动，互这只机器海岛会当完全模仿。Everyone wants to know if using an animatronic dolphin is different than using a real dolphin. The truth is, in many ways, they're the same. The difference is, you don't have to do animal husbandry. You don't have to have breeding programs.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safety with human beings. AG Innovation 已经甲相关机构合作，为学校制作以动物甲动保组队节目，提供教育甲远古教学的课程。这款机器海岛会先伫中国的海洋馆展出，
生产公司希望未来3年会当卖出150只，也计划要制造大白鲨，甚至是侏罗纪时代生物，来满足人类对生物的体验甲好奇。记者综合报道。澳洲南部林肯港附近有全世界上界古早的微生物活化石贴粘礁，这是证明35亿年前地球就有出现生命的重要证据。不过气候变迁、海平面压悬，可能会威胁贴粘礁生存。科学家即马正在想办法保存。南澳洲林肯港附近的斯莱佛德岩礁边，有全世界上古老的活化石贴粘礁。这款微生物大礁造型真奇怪，是由纳入昆中微生物经过环保连结作用所形成的生物电子结构，是生物作用加电子作用的共同产物，也个一直在成长，也是出现原始生命的重要证据。Stromatolites are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they're actually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we have of life on this planet. They go back nearly 3.5 billion years. Australia is actually real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stromatolites. 几60亿年来，这座岩礁的各项条件拢正适合贴粘礁的生长。不过，这环境有变动，就可能会威胁贴粘礁微生物的生存。卡曼斯博士讲，这马上担心的是一直上升的海平面。It could mean that there are new organisms put in. If the sea level rises fast enough, it could even mean that they're drowned and covered in sediment. 住伫咧附近，不负责巡守者的前国家公园护林员也真担心。The sea level does rise, and we do get a lot of salt water coming into the mere. That really will sound a death knell for the algal tufa, the stromatolites. They won't grow anymore. 科学家怎么也想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想法之一是甲因送到巴哈马群岛，不过也无法度确定无共种类的贴粘礁，若被山顶人会有甚物反应。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加上风态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会落大水雨。气象局目前有针对基隆、台北、新北发布大水雨特报，若宜兰是大雨特报。明仔载雨会较点，不过因为冷空气入南，北台湾愈晚会愈寒，乡亲爱穿好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外岛是19度到26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